天福兄的甘蔗已经全部采收了。他是急性子晦涩的，他领到了蔗单，他自己不识字，却也不去请教别人来看。待到要发钱的时候，开始提到事务室去换手刑。他接到手刑和一张计算书，忽然喝大起来，很恭敬地对着那事务员问说：“奖励金有在里面吗？”奖励金是另外授予的，你的单我来看一下。看过那单，那事务员便对着天福兄讲：“你的蔗糖啊，假当上不上18万，哪会有奖励金啊？瞎会，不上18万。品评的时候，农会和会社的技手都讲我的蔗种得很好啊，推定生产应当有25万啊。一等的无的确啊，2点哦1点有的啦，怎么会不上18万呢？哦，这我就不知道了，你回去问你那个区委委员啦。那事务员笑着回答他，这笑使天福兄恍惚了起来，不知道是笑他戆，或是笑他什么。那冯作是在台湾文学之父赖和先生，佢嘅小说的动重要的一篇小说啦。一篇小说啦讲起来，叫什么都有意思啦就要安尼，我用讲的，就要讲人家在想全部感觉日本时代啊，对这台湾啊带来众多工业的建设啊。但是这工业的建设啊，本来是个历史上也係喺现实中是有问题的啦。就说日本人呢在统治台湾的时候，主要呢是工业日本，农业台湾嘛。那农业台湾呢，就会透过株式会社蔗糖的一个控制，所以蔗糖的企业、蔗糖的株式会社的控制呢，基本上呢，也就是一种帝国主义的台湾的统治。那从这样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一个赖和的这个作品，我们就会知道他在这个小说里面，全部在讲这一个底层的农民，他不识字，但是呢，他每一次都以为说他应该可以丰收，然后他可以收到应该有的价格，因为他们要去报去株式会社嘛。但是每一次呢，这一个办事的人呢，都剥削他，他拿到25万的这一个收成是没问题，但是这个办事人说你只有18万，所以这个小说最后呢，清米啊就讲要飞沙啊会呻吟了。毕哥，你想一下，去年你还敢炸？按奖，唔讲用杯本年大送你的，银币嘛嘅，唔对啊，出银币2支甘蔗，快铁，出2支甘蔗快铁，贵菜全部你点嘛，按你咁错，按你咁公平，冇公平啊！假死吧！佢行卡柒，佢甘蔗温度嚟天天，温度嚟天天咧，3本飛沙扣只幾百錢啊！吊價前面乃比甘蔗行卡重，安尼有道理嘛？冇道理嘛？安尼公平係冇公平嘛？咁你請得慘，保證輸嘅。今年改就好。我靠自己的力量出頭天，做自己條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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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廿幾多件，20件天天啊！幫你做噶，非常便宜啊！非常便宜，非常便宜啊！非常便宜。请得赞，熊老师啊！那这个小说呢，其实在当时就是讲赖和先生也写的小说的时候，
都敏感的一些作品。你要来看哦，这是一个20事件，一个赖和的家乡彰化一带，园林彰化一带那就会那个是农民组合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抗争。在农民组合在1930年代抗争的时候，日本政府那时候要发动对这个包括日本境内还有台湾的这些共产主义分子、左翼的运动的扑杀，坐牢的人或者是枪决的人是很多的，所以在那个背景底下，这一篇小说呢就特别有意义。那我个人觉得呢，他这个小说写得很好的地方是，他并没有非常多的控诉，但是他用很平民的这个笔法，而且在语言当中带着一些农民的一些幽默感，然后呢，把一整个这一个制糖株式会社他欺负人的这一个面貌可以表达出来，也一篇小说，真重要的一个面相。